咱这烧水咱有一个特别的秘方，就到你是做地嘛，做地，对，啊，迄啲地菜会晓摕煮。鸡甲下落，我先几样，哟先几样做啊，嘛是。安尼，其实这个好不你做用的吗？你做做的，哟，你知影我洗身几样阵，身躯会痒嘛，啊啊，得用茶米洗身躯。安尼哦有芳呢，哦，啊，你再泡个茶香的感觉咧，真正嘞，毋是咧泡汤，是咧泡茶。泡茶，嗯泡茶汤。你其实知影故事袂少呢，而且你对宜兰在地即个吼风土民情啊，你是足了解的吼。你有想讲要甲这个故事甲即个一合起来，然后铺伫咧网络顶？这是第一步啊，第人家是二步写一本册，有写一本册啊，。你有写？对啊，就是甲宜兰的历史啦，然后甲地理同齐去甲伊创作一本册出来。哦，啊，迄本册册名叫啥？宜兰地经，所以讲你对你这个地产吼，对推广咱的宜兰地，将来上大愿望是啥物？上大好望是咱宜兰人去倒来宜兰。哦这因为这嘛是变一个产业那阵，大家都倒来，都免久走台北。你走就是走台北，走甲，然后去台北趁钱足艰苦的，啊嘛是因为宜兰毋知做出来较好物件，然后互人倒来宜兰。等一杯啊！希望你会当达成你的愿望，好不好？好，宜兰歌好，宜兰地金，东山歌好，东山歌好。感谢。